語有一句話講，兄弟姊妹大漢咯，是一人一家代。也毋過佇法律上哦，若無囡仔，嘛無爸母，兄弟姊妹嘛是當來繼承財產哦。這嘛，互真濟人無法度接受，所以法務部嘛按什麼修法？今仔日解破新聞，咱就請萬婷來為咱說分明。是主播，觀眾朋友大家好，今仔日解破新聞就要做伙來關心佇8點檔內底定定咧演的分財產這個問題。有的人無囝兒逝世，爸母嘛已經無佇咧啊，安尼伊的遺產除了互配偶以外，就現行的法規上無嘛愛有1/3，互伊的兄弟姊妹。這是因為民法的特留份有強制規定。毋過，煞也不時會當看到一家伙仔為着這安怎分配敲袂合，怎來踢破面。法務部初二就正式有個民法的修正草案，針對4大重點來做調整。第一，就要把這條兄弟姊妹的特留份給裁掉，為着會當完全照個人的意思來分配。未來就算是客囝，也是隔壁阿狗阿貓，只要伊的遺囑內底有寫着，安尼就有機會合法來摕到遺產。第二，若是在生時，這兄弟姊妹有受到照顧，所以因為當事人過身，造成伊的生活有較困難，安尼就會當向法院來請求部分的遺產。第三，就是增加特別貢獻的制度，也就是講，佇咧當事人在生時，你若是有甲出錢或者是出力甲照顧，安尼咧分遺產的時，就會大先甲這份加當去繼承人的份額。第四，縮短遺產分配的時間，佮有禁止運用的期限。簡單來講，就是呼籲民眾趕緊甲這錢本本用用來活化經濟。為着賣互遺產變作是遺憾，嘛尊重當事人的意願，法務部按算透過這屆修法，互財產的分配，希望袂閣演變作家族的戰爭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破新聞，咱將鏡頭交轉去主播。